正道深骨里立足的地，要有水泉伫其中，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阮来亲近你，因为阮知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有阮所欠用活命的水泉。使阮亲近你的圣殿是爱见你的面，因为你的光会通除去阮心中的惊吓甲一切黑暗。至圣的上帝，你的囝儿甲你的查某囝，无论伫圣殿中，也是网络顶悬，既然奉你的性命自责，也带着较无的心来亲近你。愿主你伫今仔日这个神圣的时刻，主你将活命的水泉来赏赐予阮。主耶稣，这是你所应允，因为你有讲，你就所赏赐的活命的水泉，既然啉的人就永远袂喙焦。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愿你的圣殿是一个活命江河流出，每一个进入你的圣殿的人，因为生命就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要照时结果子。愿主你的圣神活命的江河，伫阮的腹内涌出，直到永远。愿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往你大大开喙。愿主你来养赐我，愿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孩子们，就是教会的青少年，上帝所听的青少年。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是为着恁讲的，请恁安静斟酌来听。伫这中间，牧师要甲恁讲几句话，有可能对恁的一生有足大的影响。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舍近求远，不要见异思迁。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上帝所赐给你们的黄金。所听的姊妹，顶礼拜我甲恁分享的是圣经耶稣所讲的话，活命的真光。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既然就近我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这礼拜我要甲咱分享的，因缘是圣经中间充满祝福的一个图像。顶礼拜讲起世界的光，生命的光。这礼拜我要跟咱分享的，就是生命的江河、活水泉，会当互咱的生命得到医治、得到把助、得到成长。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水泉。”你若知对你讲话是什么人，恁就要紧紧往伊来求讨。所听的姊妹，咱伫今仔日主耶稣基督施恩宝座前，咱每一个人伫咱的人生中间，拢享受一个祝福，无搁再枵喙焦。愿主耶稣伊所赏赐活命的泉源来赏赐予咱。我要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开始。这个故事是伫无意中阮的家庭咧食饭的时，看到一个日剧，日本的一个剧情叫做Okinawa 餐厅冲绳料理店。我毋知恁捌看过这部影片无？这个影片是伫去年2022年，日本的 NHK 为着冲绳岛重新回到日本50周年的纪念的时刻，因为纪念这个国土重新回归伫日本。Okinawa 就是冲绳岛，那是咱的小琉球这是一个日本的偏远，会使讲庄脚的，搁再庄脚。但是这个所在因的人有关有因足大的特色。这个故事咧讲起有4个兄弟姊妹，一个查甫的，3个查某的。其中第2个查某囝，伊天生就是爱食好物，有迄个真大的天分，就是煮食。因为伊的老母是一个对伫餐厅的师傅出身的伊的阿公所以大概有这个遗传。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伫冲绳Okinawa大汉。但是后来到伫伊大汉的时阵，伊梦想要做一个真好的有天分的都市师傅，所以就到东京去，对Okinawa到东京伫个所在来对一个餐厅学习法国料理。进入在学个法国料理，这个查某囝
一生梦想讲伊会当开一间真有特色的餐厅。我去互伊吸引，毋是这个故事的剧情，是因为伫食饭中间一闪而过一句台词，迄个台词就是今仔日咱的题目。因为这个查某囡仔伫伊的一生的中间，最后伊找到何去何从，伊嘛找到伊的一生的立足之地。所以伊伫土柜中间，毋是土柜，一个感谢中间，伊讲一句话：深觉你立足之地，必有涌泉在其中。亲爱的孩子，恁出世是带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伫恁出世的时阵，上帝已经将伊伫恁生命中间的计划甲运数，放伫恁的生命中间。不要舍近求远，不要好高骛远，爱用祈祷问上帝讲。上帝，你伫我生命中间有心中特别的计划，你予我心中的恩赐。如果你若找无，你就甲上帝更较深的祈祷。这个查某囡仔伊这句话足有意思，耐人寻味。所以，亲爱的姊妹，深觉立足之地。咱每一个人人生，上帝所予咱，伊甲咱安排的每一个情景，都不是偶然。咱若认真做。认真做，拼命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用一世人专心做一项事，咱就会当成做真有特色的人。NHK 咧编这个剧情，我并唔知影因是毋是安尼，但是当我看这个日剧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影片其实咧讲起日本对江户时代就一直真坚持的有一种文化，叫做职人的文化，你捌听过无？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师傅，但是我一世人就是要专心做一项好的代志。我若是一个真够磨刀的师傅，我就磨出一支来检检，一支真好的刀。我若是一个料理师傅，我就真世人把这个料理做到尽善尽美、精致无瑕。所以日本出真多职人。有一个叫做寿司之神，这个老师傅活到大概93岁以上，我唔知伊到底活几岁。这个人伫一生中间得到13摆的这个咱讲餐厅最高的等级，迄叫做米其林，伊3颗星连续13摆，直到最后伊决定无爱搁再参加这种米其林的选拔。伊一生甲这个寿司等于叫。电寿司当作是样真要紧的精致，搁再精致，所以为着要保护伊的工艺，伊甚至因为出国一定挂手套，要保护伊的手，因为伊感觉伊的皮肤的敏感，迄个敏锐，咧电迄个年纪的寿司的时阵，对伊来讲，这个敏感的皮肤对伊来讲是一个足要紧的因素。伊知影要电偌矮，伊知影要电偌深。所以出国的时候一定挂手镯伊无爱甲查甫人握手，因为发现查甫囡仔咧握手，拢真心真尽力，所以因出力拢会较大。伊惊了伊的手会受伤。对江户时代，就是幕府将军的时代，日本养成这种的职人。其实伫这个进程，日本并不是一个文化足精致的国家，因嘛不要修陶瓷。因为伊个陶瓷是对韩国传过，直到幕府时期，直到江户时代的时阵，因发展出来，甲这项代志专心做好。牧师今仔日甲恁讲这个故事，嘛要鼓励恁，唔通看悬无看低，唔通舍近求远。上帝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早就已经将伊的计划，甲上帝要互你的天赋。恩赐拢放伫咱的内底。所听的姊妹，咱就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甲咱讲，通过这个故事来甲圣经来想3项代志。你敢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耶稣的职人？这种的比喻可能足奇怪。咱会当做任何专业的专家做职人，但是咱做基督徒，咱感觉立志讲，主耶稣，我要成做一个100%，会当将你的香味、将你的性情、将你的真实，活伫我的生命中间。耶稣的职人，用一世人为耶稣过咱的一生。
这是今仔日的结论。第一项，第二项，我要教咱兄弟姊妹来作为通过今仔日的思考，咱伫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立志，真聪明的决定讲：主啊，我一定要找到你伫我生命中间所预备的。因为上帝造万物，早就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中间。上帝造万物，早就将对天灵的各种的好的恩赐量身定做的属天的恩师。所以，兄弟姊妹，这几年内底，可能恁有印象无？师父我甲恁讲过几篇的讲道，会甲今仔日有雷同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因为咱敬畏上帝，相信帮助咱，要成做一个有特色的基督徒。耶稣的职人用一生来活出一件美丽的事情，不要轻忽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唔通看轻上帝所予咱，早就已经伫咱出世的时阵，上帝已经定着的计划。你讲有吗？牧师敢有影？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兄弟姊妹。用咱极其平凡的人生来活出上帝的无平凡，用咱极其平凡的人生来活出上帝的无平凡。上帝来将伊的奇妙甲恩赐无平凡放伫咱的内底，无平凡的人就成做一个上帝所使用，平凡的人就成做上帝所使用无平凡的教会。咱的教会原本嘛是一个极其平凡，甚至是欠过的教会。这个查某囡仔，伊立志要做都市师傅，伊所讲这句话，我深深感谢上帝讲，加在我伫得有够久啦。所以这句话讲，就比你觉得身体若乌了有深，你一个所在若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到一生，这个道理就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咱知影咧乌古井。有当时啊，乌10米，你就乌到清水井。但是咱要啉迄个好水，咱讲爱深水井对无？你愈深的水愈清气。深觉意思就是，伫你的人生的立场，伫你的思想，伫你的情绪，伫你的欲望，伫你的计划，深，搁再深，一定有上帝所准备的迄个特别的水泉为你来出。这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女主角，伊来到东京，伊梦想，伊会当伫一生中间将来开一间足有特色的料理店。伫伊结婚的时阵，伊邀请伊所有的朋友，包括伊故乡的兄弟姊妹，拢来参加伊的，伊利用伊食头路的餐厅办伊的婚宴。伫伊的婚宴的中间，伊所开的菜单，拢是伊细汉中间印象，伊的妈妈所给伊煮冲绳的料理，伊一项一项用迄个故乡妈妈的味道，用迄个感情，把每一道菜，给化作艺术品。伊看到下面所有来参加的，包括伊的先生的，就是伊先生的妈妈，原本对伊是感觉伊不配嫁予伊的后生，无真接纳伊的一个妈妈。但是伊的婆婆甲伊的真侪只来宾，伫迄个食料理的时阵，看得出来，因对迄个料理入面的心的时阵，有一种很特别的因的感受。所以忽然伫迄看人的眼神的时阵，伊最后伊对心中一句话，就是今仔日的主题：深觉你立足之地，你就必有涌泉从你的生命涌出来。后来，伊伫迄个中间训练了，伊做一个决定，伊将来要开一间 Okinawa 的餐厅。这个故事就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这个故事，唔是要消灭咱对上帝话的敬拜。当我听到这句话，几礼拜啊，我拢在想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想讲，伫圣经中间敢有什么种的话会当来回应这种的道理，这种的谚语？台湾人有一句话讲365行，行行出状元，差不多真类似。365行，行行出状元的意思就是讲，只要你专心认真，
你下的功夫有够，机会若来你就得到。所以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然后即句话带真侪咱的帮助。今仔日我互咱30个圣经尔，只有两段，一段是以赛亚，一段是伫即个约翰福音16章24节，拢是甲水泉有关系。以赛亚是一个英文的话，伊讲请来，幡然取水。幡然取水就是讲，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上帝伊的圣殿所流出的迄个画面的江河。对旧约的圣经到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本，伊咧讲起上帝的圣殿有一个活水江河流出来，后来所流过的所在就变做一条江河。这条江河的河边所种的树，要叫做活命树，因所结的果子。要带有医治的功能甲效果，咱甲上帝讲阿们。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恁的一生的经历，咱的一生的每一个日子，拢是幡然取水。阿们嘛。愿上帝赏赐你对少年到年老，每一个阶段拢是试看主恩典的滋味。上帝啊，你的恩典极好无比。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耐人寻味的话放伫你的一生，互咱知影咱所军队敬拜上帝，毋是假，但对上帝无空空。今仔日的圣经，耶稣讲：恁开唔卖撇在祈祷咧。汉语的圣经安尼讲：向来你没有向我奉我的名求什么？耶稣有一个感慨，无论是对伊的门徒，还是对伊身边的人。为什么你唔爱对我讨咧？奉我的名祈祷，亲爱的姊妹，要常常祷告。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圣经的英文咱知影，无祈祷就无得到，多啲祷告就多有收获。耶稣伫今仔日所讲的话讲：现今恁若求就要得到，我要互恁的喜乐通得到满足。阿们吗？主啊，互这个所在心满意足，互这个所在心满意足，就是我的感情、我的情绪、我的欲望、我的整个的内在，毋是肉体。人熬食10碗饭就饱，你讲牧师啊，我毋免啦。那我1碗就饱。所听的姊妹，但是人的灵是永远袂饱，对无？较济都无够强，满足的喜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个精神放伫咱的内底。第一，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我要邀请遐的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来思考3项代志。你敢愿意用一生磨一把剑？用一生磨一把剑。如果上帝将你的一生那当作是咧磨一支剑，你敢愿意用你的一生学习，成做一个生命的职人，成做耶稣基督的职人？第二，咱花咱的手为着咱心祈祷，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影你伫我一生中间，你有甚么特别的祝福？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南马嘛有一部踢，你捌听过无？较含的人嘛有一个基本的。也特有的文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经有真侪咧讲起文书，安怎运用上帝所互你属天的文书。所以牧师将这4句话来送我亲爱的孩子，就是上帝宝贝的孩子，恁的将来伫上帝手中，唔通看悬无看低。国语讲不要好高骛远，敢若羡慕天顶的彩云。但是唔知影伫上帝所赏赐，伫你的脚前有许多的野草，你感觉野草太起平凡？兄弟姊妹，伫人生中间有真侪咱看袂上眼的，其实你若斟酌甲看，伊极水无比，宝贝无比。不要舍近求远，不要见异思迁，要坚持，要珍惜。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今仔日的明白耶稣所讲的话，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当然，耶稣咧讲这句话的时阵，又讲到听的改变。
但是基本上真心真性真力真意。耶稣讲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英语叫做 try your best， 就是尽力全力量，尽力最大的力量 ，try your best。家里是家庭的困难，拢该拼出来，洪荒的力量，上帝帮助咱的一生的中间多种多收。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来听今仔日的圣经，较超过听拄则迄个故事。今仔日以赛亚书第12章第2节、第3节，第3节伊讲：恁要对上帝救恩的水泉幡然取水，欢喜来抢水。咱的内心，咱的一生，职人的工作就是通过你的工作来享受迄个工作的成就，享受迄个工作的价值。所以职人伊无看伊的工作做凊彩，人毋通看上帝的教会做凊彩。所有的人看教会、整开教会、小教会做无上望，因就失去迄个深觉你立足之地的祝福跟快乐。所听的姊妹，毋通看轻上帝所予你的使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你就要伫你的工作甲你的一生中间来幡然取水。耶稣的祝福，咱甲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有应允我奉你的圣名祈祷，讲你就会享受我喜乐可以满足，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摆祈祷最后一句话拢是什么？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爱相信祈祷，爱认真祈祷，伫祈祷的中间来听候上帝为你开迄个真特别的门。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用圣神带咱读这这2节的圣经。这2节的圣经中间，我要引用今仔日的金句来做串联，因为今仔日的金句是最重要的金句。伊讲上帝创造万物，照四季，照伊的时间，搁再将永远的画面、永远的观念，将永恒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你会当将这个永恒这2字这项代志，该改变。上帝将属天的恩赐放伫人的生命中间，然后你会当为你家己祈祷，为你的人生祈祷。你若愿意常常还手伫你的心，你若愿意，你通常常伸出双手甲主祷。主啊，你将天上的恩赐放伫我的一生的中间，互我的手有能力，互我的脚有方向。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兄弟姊妹，因为保罗讲，上帝所留予人各种的恩赐，拢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留予咱。保罗真多话，伊讲属天的恩赐 ，eulogia， 那是好的无比的真理的生命。所有的恩赐拢是对上帝的话来，所有的恩赐也通过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没有世上别的名，天顶地下无少数另外一个救主，独独耶稣基督是咱迄把锁匙。耶稣基督是咱开迄个恩典的门的锁匙。所以保罗讲，咱逐人得到祝福，是耶稣基督所留予咱，甲咱量身定做。兄弟姊妹，你相信上帝你的生命中间有量身定做的祝福吗？阿免的人福气。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拢有量身定做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唤起咱做3个祈祷。第一，无搁再看见上帝的呼召，无搁再看见上帝经历做伊的行志，无搁再看见上帝已经将宝贝放伫恁的内心，爱认真往里面去寻找上帝予你的恩赐。我要用去年的一篇讲道来跟兄弟姊妹来回应。不要看清自己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这是保罗对提摩太
保罗对提摩太以属灵的囡仔，伊所提醒的一句话：不要看轻上帝给你的恩赐。亲爱的姊妹，特别是上帝的孩子，在你们的生命中间有真珍贵上帝的恩赐。你问牧师讲，真的吗？真的。你若不知，牧师陪你祈祷，有一天你们会发觉，有一种恩赐是别人没有的。有的人真好安慰人，有的人口才真好，有的人唱真卡，有的人的头脑真大，敖思想。但是敖思想的人无一定真敖做，有当时啊，拢要讲予别人做。遐弟姊妹，原咱是一个平白骄纵的人。上帝将伊的恩赐放伫咱的内底，的确有伊意思。有的人脾气真歹，你爱奉你的上主耶稣的名，为着你的歹脾气祈祷，用牧师安尼要安怎祈祷？歹脾气基本上是无好，兄弟姊妹无一定啊。歹脾气的人，伊基本上伊的内在有一种特质，叫做嫉恶如仇。那好好用这种的勇气，嫉恶如仇有可能伫一个世代对立、未晓争论的中间，这个人敢讲迄种无人敢讲的话。当然，牧师毋是要鼓励恁用恁的歹脾气伫逐所在放炮，毋是迄个意思。上帝使用人，有的人的个性是一个毋敢甲人冲突、较温柔的人，但是有的人是一个伊真勇敢，敢讲出诚实的话。阮天父上帝造就咱，上帝的恩赐有一日，咱若伫真理的顶端受造就，迄个恩赐会亲像泉石遐尼宝贝。阮天父上帝帮助咱，毋通看见上帝所予你的使命，毋通看见上帝所予你的工作。加在，我无看见德堂教会，我敢伫恁的面前安尼讲。自从1988年来到咱中间，我毋是毋捌想要离开，但是加在主留我甲恁做伙，毋是恁福气，是我福气，因为我看见上帝伫这个所在，伊清出奇妙的水泉。兄弟姊妹，我今日甲因分享这个话，是希望咱毋通看见咱家己的教会，也毋通看见你伫教会内底每一项事，你伫教会内底每一项事，包括你参加爱餐，包括你参加教会备餐，包括你伫教会中间参加欢欢喜喜的旅游，每一项代志都是神圣的。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共同来建立一间上帝恩赐显出的教会。就是去年的2月7日，我甲恁分享一篇文章的讲道，叫做《属灵的恩赐》，善用属灵的恩赐。拄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认捌，你伫我一生中间，你的预备，你的准备。主啊，求你认捌，伫我的生命中间有心中黄金，是上帝你量身定做，伫我出世的时候是生带来死不带去的。主你所予我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恁会记得牧师捌甲恁讲起耶稣基督，伊咧讲起一个主人要出外去，伊叫伊罗卜来，伊交代伊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的迄个故事。牧师有甲恁解说，迄个字毋是5000、2000、1000，其实是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1个他连德。牧师嘛有甲恁解说，迄个他连德原本的意思就是2000年前的罗马一个度量衡。但是迄个字后来发展成做英语的 talent 叫做恩赐、天赋、才能，有水无？上帝话世世代代继续咧讲话，上帝将一个他连德放伫咱的生命中间。我真欢喜，我的查某囝听有落，所以我的查某囝有当时出外咧讲话时候，来甲我开玩笑，我要用我的他连德，我讲你是咧讲啥？兄弟姊妹，上帝话毋是做参考，上帝话是摕来用的，毋是伫礼拜堂听的。上帝话是活伫咱的生活中间，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每一个人有教育。今仔日的圣经讲，上帝主耶稣基督所留予咱的，
所留予咱的礼物。文书这个字原本的圣经是礼物啦，耶稣所留予咱的礼物，咱伸出双手，咱甲主耶稣，主啊，我感谢你。虽然我未看得，主耶稣，我感谢你。虽然我未看得，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照你的计划，收束予我。我无看悬看低，我无一定要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我1个他连德我嘛袂。我1个他连德，我嘛要甲待伫个涂骹，我嘛认真活出来1个他连德的人生。主啊，我的同学较巧，伊的智商157，主啊，我智商敢若107，但是主我无要看看轻我家己，互伊去做教授，但是互我做安那精致的专业工程师。瑞士的手表全世界出名，恁知影无？一粒齿轮，每一个小零件，瑞士咧卖表吼，伊即卖出的表内底每一个零件拢有编号，将来你歹去，一定爱伊原厂的，因为迄终身保固，伊个终身的零件对你一世人。所以兄弟姊妹，伊甲一个小小机械物件当作艺术品。所以台湾伫夜市啊卖较侪电子表，卖几箱的都无达伫瑞士的一粒机械表。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的恩赐来赏赐予咱。牧师要甲恁讲，个人的恩赐是量身定做，确实这是圣经的话，伊叫做 idios dunamis。dunamis 这个字就是能力 ，dynamic 能量，伊嘛会当翻作炸药。idios 这个字是希腊文，伊的意思是个人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话，咱甲主讲，主啊 ，dunamis 这个字是叫做能量，但是头前的 duna 这个字本身伊的字根叫做良善。上帝将各种的良善的恩赐赏赐予兄弟姊妹，互恁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恁就是耶稣的职人。人看到恁，对心中就讲，独独只有恁基督徒，甲人无共款。兄弟姊妹，唔当互人讲你是歹无共款，就互人讲你是好。英语有一个叫做 special， 有一个字叫做 strange。special 是特殊 ，strange 是怪异，唔通做怪异，要做有特色，有主耶稣基督的旁边，耶稣基督的职人。第二，所听的姊妹，爱认真活落去，哪怕你遇到生命的风浪，不要放弃生命。所听的姊妹，真心真性，真力真意。真力的意思就是伫我的生命好亲像行无路，我嘛要头壳累累，真力行落去，永不放弃。所听的姊妹，今仔日这个故事咧讲起这个查某的投资师傅，伊讲深掘深骨，深骨的意思其实是代表下功夫，就是耶稣所讲真心真性真力真意。伫耶稣还未讲这句话之前，伫旧约的申命记内底，就已经出现这个字：真心、真性、真力、真意。真理的情绪、真理的理性、真理的体力、真理的智慧意念，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认真走。顶礼拜还是这礼拜，这个杭州奥运。迄个直排轮的比赛，哇，出状元，咱一个台湾囡仔苦苦追，约拢袂到，韩国想讲伊一定赢的，所以迄个选手恁有看到迄个足感动人的画面，迄个韩国迄个人大啦去搞啊，真双手举起来，真飘撇，想要得金牌啊！但是无拍算，有一支神腿、怪腿，迄个骹真出去。你有看到迄个影片无？
所听的弟兄，这就是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到最后是一个时刻，伊嘛无要放弃，哪怕伊冲出去是骨倒跋倒，装逼啊呐，原本无就是无嘛。所听的弟兄们，咱的人生就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内在的黄金。耶稣讲，天国是强的人得到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甲上帝祈祷讲，主互我有这种的勇气甲积极，互我的一生是一个努力拼命的态度，拼命而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搁重新甲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深谷里立足之地，就要有活命的水泉对你的生命中流出来。你会当换手伫你的目肚祈祷。主啊，我为了我的生命祈祷，求你互你的活命的水泉对我的生命。保罗讲，要有圣神的活水江河伫你的生命中间来流出来，这就是应允。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找到你的内在黄金，就是上帝所予你的文书。愿天父上帝找到你的内在黄金。伫今年的年初4月30，牧师甲恁分享伫一个真特别的经历，伫天未光的3点中间，上帝伫我困袂去的时，甲我讲莫阁踮啊烂说啦，困袂去就困袂去，无你落来读圣经。我甲恁讲起迄个讲道的经文的由来，是上帝怎样对网络互我一句话，叫做 “let the heart”。这个字就是上帝呼召阿伯拉罕讲：“你离开你的故乡，往前走吧 ，Go forward。”就是讲，你就 keep 勇敢。到天涯海角，我要甲你三甲地地，我要带你到我甲你立约应允的所在。迄个字叫做 “let the heart”，let the heart。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不是出去，虽然罗威翻译讲向前走，但是犹太人因若读到这句话，因知影这句话就是讲进入到你的内心去寻找 ，go to find yourself， 就是进入到你的灵魂、你的思想的中间。去查验、去检查你的思想，进入你的内心去看你自己。这句话太水太水，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你会当个重新听 YouTube 顶关的这个录音，你会当个重新改个经文的解说，搁一个领受，进入到你生命的深处。亲爱的兄弟姊妹，爱好好管理你的思想，爱好好管理你的情绪，爱好好管理你的欲望。这3项代志，甲你一生的幸福非常有关系。管理你的思想，管理你的情绪，管理你的欲望，不是凡事都可以，不是只要我喜欢都可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予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上帝所预备的新造的人，上帝所享受你的新的生命。所以真心真性真力真意的意思。就是不要好高骛远，你要甲上帝感谢讲，主我知影你做我来到这个世间，伫我一生中间一定有你特别的计划，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这个故事内底，咱嘛立志讲，我要找什么种是我一生中间上要紧的职业，不是职业哦，是志业，就是我要讲对生命的职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有深度，有当有宽度，有当有高度。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咱的生命中间要深挖你的心灵的井水。愿天父上帝享受咱的灵魂有长阔关心的帮助。耶稣讲，你若知影今仔日甲你讲话是啥物人，今仔日甲你讲话毋是正好成牧师，今仔日甲你讲话。就是耶稣基督，我毋是讲我是耶稣基督。伫这个言语的中间，伫咱自己的时，耶稣基督的灵要通过圣神对恁讲话，静静听，恭敬听。愿圣神亲自对恁讲话，愿恁对心来讲，主啊，我要对你开嘴祈祷。主啊，我要对你开嘴祈祷，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活命的水泉
赏赐予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主的面前第3项代志，咱甲主下愿立约。主，我要用我一生做一项代志。主，虽然我也未明白什么代志是我一生的代志，特别兄弟姊妹爱为恁的囡仔祈祷，为因的将来甲一生。一个青年若找到伊足清楚、足欢喜，伊感觉足有价值的代志，伊24小时流汗，伊嘛袂感觉艰苦，因为迄叫做甘愿做欢喜受。一个青年最重要就是找到伊的标杆，伊知影何去何从。所以兄弟姊妹为着咱的囡仔祈祷，毋是干那为着一个职业会当赚大钱、做大官，找到一个职业，是伊会当感觉伊生中间连工作到喙笑目笑，伫工作的中间，伊就感觉快乐，毋是压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用一生为着伊来活，做耶稣的职人，做耶稣的职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无互上帝闹亏；每一个基督徒拢无互咱的耶稣见笑。昨暗的查经班讲，愿你的名为圣。昨暗的查经班，我带兄弟姊妹读的就是主导文的前3句话，我甲伊号做三圣愿，3个神圣的祈祷。主啊，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地人，伫我的生命中间，亲像伫天顶。愿你的名声，所以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兼通互上帝的名，互咱的厝边看紧咧。死，我都无愿意我的主耶稣的名，互人看轻。我平凡的生命活出上帝你的无平凡。德堂教会是一间真平凡的教会，但是伊真正活出上帝的无平凡。有人知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间有真侪人知影德堂教会。我毋是要甲恁讲，恁的牧师足够。第一，因咧奇怪讲，即个牧师是安怎开CD定点拢毋走。因有当时来拢要看一个讲，有一个牧师是安怎开拢，阮邀请袂行。头一摆邀请我的一间教会，就是台南富强教会。因甲我邀请的时，大概是我要去做也袂按立做牧师。我甲迄个长老讲，王长老，多谢您，但是我可能无法度接受您的邀请。恁的教会要聘牧师较简单，但是德堂教会要聘牧师较困难，所以请容阮我甲你拒绝。迄个王长老就是台南新南医当时的总务长，伊带富强教会几个长老做伙来看，阮要来看一个甲阮拒绝的牧师。所以兄弟姊妹，我无爱甲恁讨人情，兄弟姊妹，身绝立足之地，用一世人甲这样代志做好。有真侪人因想要来看德堂教会的原因，是因为因听讲这间教会捌一无所有，但是德堂教会用真长的时间，像就一个囡仔咧当大人，是一步一步，不是神迹，也是神迹。是平凡，也是不平凡。所以听的姊妹，恁拢有份。摕起周报，逐礼拜牧师拢有咧看奉献。我毋是咧甲恁点名讲啥物人奉献济甲少，毋是。所以听的姊妹，恁每一个人伫即间教会拢有尽着恁的心意。互邀牧师甲恁邀请，伫即个所在幡然取水。上帝祝福恁，伫恁的一生中间，耶和华以乐，上帝福杯满盈。上帝祝福恁的囡仔，因伫上帝施恩宝座前跪下来，身绝立足之地。上帝祝福咱这间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职人，好吗？
愿今仔日的礼拜是咱手牵手，咱伫上帝的面前讲：主啊，阮愿意；主啊，阮愿意。愿意伫阮的生命中间精致、尽善、尽美。阿门嘛！改变，互主耶稣基督保护改变恁的心思意念，互恁真做一个有逐项主耶稣基督水的品格，交怜悯人，交鼓励人，交扶持人，白白甲人同得着。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礼拜，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耶稣，阮伫你的圣殿，听见你的话，受你的灵。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同心做伙祈祷，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这中间，亲像伫天灵，主阮欢喜，互你采用。主求你的圣神教示阮，怎样才做一个基督的职人。耶稣的职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主啊，互阮活出来生命，无互你漏开，也互人知，基督徒是一个蒙恩、无共款的人。主，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